各位兄弟平安。即是礼拜开始，请咱平板心，请照感。选调，耶和华啊，你所做的遐尼多，拢是你用智慧做成的。遍地满满你的富有，遐有海大搁宽，其中有算袂了的动物，大细的活物拢有。愿耶和华的荣光永远伫地，愿耶和华为着伊所做的来欢喜。即是咱来吟圣诗，圣诗27首，我主上帝。圣诗27首，请咱起立吟全首。我
地用数道圣经来告别信仰。我信上帝，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心投胎，对在基督玛利亚出世，伊本着伊来倒人来受苦，天是地死来做人物，第三日对相中高傲，就天他这照明的上帝话语，伊要对遐个审判我人百姓，我是圣子，我是圣，奉我教会圣道相通，最下面肉体高傲，永远光明。请坐。K 英文伫圣诗后壁面49篇。K 英文49篇，我来K，你来印。来，喙焦的人才有水。善食人，来买来食，来买酒，来买面。毋免钱，嘛毋免银。你若着开钱买袂食得的面，哪着用劳苦赚的钱买食袂饱的面？恁随听我讲，就有好面通食。享受上好的食面，互恁满足。趁找袂着上主的时，着来找伊。看伊困我的时，就来求叫伊。歹人着离开邪恶的路，无记的人就放杀因的计谋，着归往上主，伊要怜悯。就归往咱的上帝，因为伊要白白赦免。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恁的道路毋是我的道路。天比地加遐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我的想法比恁的想法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过顿顿。要润泽土地，互五谷富裕大长。要互野种的有种子，互人有美娘。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绝对袂空空倒转来我遮。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我的话要将成就我爱做的代志。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平平安安到厝。大山小山画手歌音节。田野的树木画拍扑啊欢迎。以前有刺皮的所在会发青白，有草刺的所在会发石流。才会做纪念上主的证据。要做永久不灭的记号。这是咱额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伫遮满心感谢你，也求你体谅阮的生活上有软弱，伫阮的生活上，你有赐阮宝贵的应允。你伫圣经有讲，你心内温柔谦卑，愿意接纳阮遮劳苦背担重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会当享受安息。主啊，愿以你的信息成做阮的美娘，以你的应允成做阮的保障。即是主啊，阮祈求会当得着，要找就要互阮找着，拍门就要甲阮开门。伫还未得着应允的代先，阮犹原有感谢、有感恩的祭献互你。当阮伫遮嘛为着一寡兄弟姊妹身躯有病痛的向你祈祷，求你也赦免一切的罪恶甲亏欠，求你伸手医治因。阮伫遮奉你的名做工的时，求你伫阮的中央显现你大能的慈爱。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即是我来报告。第一点，本会消息。第一点，伫本主日下晡3点半召开2月份的定期中执会，敬请全体中执出席，各单位首长甲同工列席。
第2点，小会公告。第1小点，本会定伫2月21日礼拜上午9点举行2021年定期好会。迄天礼拜单一场尔，敬请注意，会后会提供请示。迄天无法度出席的，请往办公室请假。第2小点，本会定伫2月21日礼拜下晡5点半举行，受访者免礼参会。地点伫富苑喜宴会馆，伫博爱3路330号。第3点，中执会消息。第1小点，对本主日开始接受109年顶学期的奖学金申请，国校甲研究所，收件到2月28号查止。既若依规定申请有符合标准的，伫3月7号礼拜上午第2场礼拜会颁发奖学金鼓励。第2小点，中执会通过上新的奖学金申请的办法，109年度后学期的奖学金，伊上新的消息会伫周报的第8页到第9页，请咱家己来看。第4点，今仔林社区关怀伫2月16号的拜二，因为过年期间活动暂停一摆，敬请校员留意参加。第5点，本会定伫2月12号拜5上午的9点举行2021年新春青社礼拜，有献歌对学青无区、儿童无区献诗。会后有茶点的联谊，欢迎兄姐来参加新春庆团圆。第6点，春节假期。第1小点，2月10号拜3下晡8点半祈祷会，2月13号拜六青虫礼拜暂停一摆，敬请兄姐注意哦。第2小点，2月11号拜4到16号的拜2，新春年假除了拜5的青城礼拜，甲2月14号的主日礼拜3场正常以外，本会办公室无上班，敬请兄姐注意。第7点，下周主日2月14号为总会所定的原住民宣教委员会事工奉献主日，敬请兄姐备办心，为着原住民宣教事工的经费奉献甲代祷。第8点，专人更新营伫3月5号拜5的延暗6点半到9点半，3月6号的拜六透早8点半到延暗的9点半。伫敬拜中心有举办，对象是本会受洗的会员、本土学校顶学期的学员的必修，费用是500块。敬请伫2月28号前往办公室报名，还是伫网络报名。具体消息。第1点，松树第1小点，张传义姐妹领尊张世荣弟兄伫1月22号蒙主文调安歇主怀，向高会收102会，已经伫1月27号伫殡仪馆举行告别礼拜。第2小点，蔡桂华名的长老伫1月31日上午的6点35分，蒙主文调安歇主怀，享受87岁。伫昨教会主堂举办名誉长老教会葬告别礼拜，免安葬伫橄榄园。第3小点，李婉玲姊妹领主李钟金娥姊妹伫2月1号凌晨，蒙主文调安歇主怀，伫2月6号海埔教会麦比拉墓园举办告别礼拜，免安葬伫麦比拉墓园。敬请相助会缴相助会费。以上原主安慰遗嘱，敬请兄姐为着这遗嘱来代祷。第2点，欢喜的消息，本会杜永庆甲潘雅萍夫妇弄璋之喜原主祝福。第3点，信蒙案册放伫咱教会
广场有福音春联在卖，敬请有需要的兄姐会当到1楼的广场参考。第4，合作社。第1小点，本主日第2场礼拜了后，伫地学习会议室要召开理监事会，请理监事出席参加。第2小点，2月10号拜3到2月16号的拜2，因为过年期间无服务哦。第3小点，未领取纪念品的社员，会记早铺仔甲印章伫2月28号进前向合作社来领取。以上教界消息，请牧师。咱公中话上年部3月7号有春季1日游地点伫白河乌山头做一个景点，费用是1200块。然后要参加的，咱会带顺良队长来报名家庭教会庆祝设教65周年，举办圣经金句书法的比赛。这分组是有为国小到上年组，这有迄个干章啦，有趣味，还是有一种文书会当来参加的。伫迄个办公室会当来摕即个报名的干章牧师特别甲恁拜托，就是咱2月20日，请咱会当出席伫咱的定期的聚会。迄天咱人会较济，但是咱会开放伫副堂副堂阮也有主堂以外会开放副堂，所以毋茫因咱的会员人数真济，要到半数以上成会才有大家好的出席这甲大家拜托。伫咱今日的周报有业一个咱新村拢有一个感恩的奉献，内面有一个我甲称作要发出即个神的本票这我感觉真有意思所以咱而且有特别咱奉主的名，咱拢会当甲主求，咱当代是爱求，但是讲毋通滥散求，阁爱照上帝意思求咱着祈祷咱等下咱嘛会当写即个咱的心愿，咱的期待伫即个新年旧历的过年时，会当伫主的面前来带到主的面前这是甲大家做一个补充的说明。好，即是咱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2位，伫马拉基书的3章7节到12节，第2位圣经伫马太福音23章23节。咱先来看马拉基书3章7节到12节。万军的耶和华讲：对恁列祖的日以来，恁有违背我的律例，也无守伊的，当恁着活转找我，我着活转找恁。总是恁讲，阮怎样活转？人检通偷摕上帝的物吗？恁竟然偷摕我的物！总是恁讲，阮伫啥物事偷摕你的物啊？就是恁应该10%甲礼物，因为恁通国的人拢偷摕我的物，所以恁受重的咒诅。万军的耶和华讲：恁着用10%的1%完全送入府库，互我的厝有米粮，用即个来试我，看我个人甲恁开天的窗仔饼福气互恁，到无地通下无。万军的耶和华讲：我要为恁即笔草莓，无容阮伊毁坏土产。恁田园的葡萄树，伫未熟的大生也无落粒。万军的耶和华讲：万国要称恁做有福气的，因为恁要做通欢喜的地。第2位圣经伫马太福音23章23节。恁加好的经学士甲法利赛人有灾祸啊！因为恁将不好八角满捆10分抽1分，
若是律法的较对重的，就是公义、怜悯甲信实，恁就放散。总是遐个是应该着行的，遐个也是毋通放散。以上，即是学乐，请上年献歌队。
即是讲的，请陈牧师伊的题目是“老生常谈却重要的应许”。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即马是新年头，但是伫旧年尾咱过来即个拜五就要旧历的过年咱伫拜五咱就是新春伫即个新年头也是旧年尾牧师今日透过这个圣经，我好的题目讲这迄个应该是老生常谈这台语较袂用即个老生常谈，确实真重要应允。这个老生常谈就是讲，这个无啥新鲜，这个定定咧讲的代志，毋过定定咧讲，定定拢会袂记的定定咧讲，咱拢会较忽略，但是伊是一个真重要的应允伫顶礼拜有听即个树林灵堂的老牧师家己咧分享，伊讲伊真少咧讲即个奉献的道理，但是一冬拢一定爱讲一解特别伫新年头的时，拢会去讲一解，因为即个应允是重要的，即个道理是重要的咱着爱提醒咱着爱留心来听咱着爱注心来听，因为这对咱是真重要的假使咱无得到即个应允咱着真可惜真可惜咱上帝伫圣经内面有足侪应允小等咱要吟一首迄个温玫瑰牧师伊来人家所吟的这首的诗歌是伫东南亚特别马来西亚足侪教会真爱吟的一个诗歌这诗歌我感觉真有意思咱今日要甲恁讲的，就是即个马利基这段的记载上帝就找即个马利基来甲因传达信息，讲万军的耶和华讲恁对列祖以来恁拢定定无照我的教示来行恁即摆着爱来转软我着会转软你。因讲阮是要咱转软，因为大家都拢毋知影，阮到底是安怎迄个无照耶和华上帝的教示去做，伊嘛拢毋知。即个先知讲，人兼通偷摕上帝的米嘛，恁偷摕我的米阮是安怎偷摕你的米？偷摕什么米？原来就是咧讲是别奉献的代志。恁应该纳的1/10爱奉献的，毋过恁拢无献佫是通国的人拢共款安尼，所以咒诅就临到恁的身躯顶。所以恁即马着爱转我上帝恁应允，恁着爱照安尼去行，将10分的1分全年来送入虎口，互我的家有米粮。恁用安来试我，看我会拼天顶的头门，拼福气，互恁到无地通下无？这是先知宣讲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所要讲的话。假使恁也会当安尼做，恁照安尼做，恁试看卖我就会甲这个要来食咱的土产的这个草莓甲赶走互这个葡萄树原来结果子煞半中途落叶的，这代志袂发生，因为气候若一个变化这个水果风台一扫就无去这个乌鱼这个寒流一来，冻落就死了了这就是自然界发生变化，就是安尼迄个气候影响是足大。咱咧种做的物件，气候影响是足大。咱咧做的头路，有时一个时机好，时机无好，影响是足大。所以这个先知就是讲，上帝会帮助恁，
互恁的土产会收成，互恁的这个葡萄树会结果子，啊，搁恁要称作有福气的，万国要称作恁有福气的。上帝应允亚伯拉罕讲，万国要因为恁得到福气，恁应该是得到福气的，但是恁却受咒诅，恁的福气却得无到。恁若是会当遵行上帝的道，照上帝的教示去做，恁要称作有福气的。搁恁徛起的所在要成做欢喜的所在。一个所在的欢喜就是，你看台湾你啊股票涨足悬的时候，遐个投资股票拢足欢喜的。但是啊，这落落的时候，大家面着忧结结，这就是人会欢喜，人会面忧结结。当然。咱是爱欢喜，咱无爱面忧结结嘛，对无？咱若身躯用，咱就欢喜啊；咱若工作顺利，咱就欢喜啊；咱若所做的有上帝恩典祝福，咱就欢喜啊。但是咱无，咱就会想，咱就艰苦。有一个迄个伫非洲的部落的即个酋长，有一届伫即个树林咧散步，无红的所在，行，哇，拄着一只看是迄个枵煞煞想要食人的，即个蝙蝠出现，那真正惨啊！我也无惊鸡死，我阁老啊，我无力是免有法度。即只稳死的，但是即只好来嘛，袂当白白好食。即个好着，那个足枵着甲打我，要甲食，我一直要甲抵抗，嘣一声，奇怪，我着无早穿个。即只虎来去用大只怎？从即个虎从啊怎倒向下倒去？原来是有一个省内宣教师拄好位遐经过，看到一个人要好食的，伊有早一支即个枪怎为只虎拍去，所以救了即个酋长即个部落的即个头目过几工了，一工的透早哇，即个。神的宣教师伫伊住的所在去互足吵的，啥物吵起？因为那外口也有即个牛的声，也有即个羊的声，也有骆驼的声，规阵甲因，哪敢有啥物款的大队的人马来？伊就起看卖讲这敢是迄工迄个酋长甲伊带一外群的牛啦、羊啦，这个精神为遮来。结果伊就出来看，时即个酋长就甲即个宣教师跪落去，伊甲讲主人你救我的命，我的一切拢是你的，所以我的性命，我带我这个罗卜鲁比财产所有这个精神全部来到即个所在，这就是你的，我要做你的奴才。哇，即个神的宣教师惊一跳。有一款代志发生，原来伫因的观念中间，因感觉讲我性命都你救的，我一切都是你的。兄弟姊妹，咱今日诚做上帝的囝儿，保罗讲咱是应当的继承赎回，但是事实上咱对主有时咱讲要迄个全所有奉献，其实有时咱一点咱嘛显袂出来，咱嘛显袂出来，但是以色列百姓。共款犯了即款病，所以上帝甲伊指责，上帝透过先知甲伊讲话：你若会当专恩我，我就要专恩你；你若会当安尼实在去做，我的确要束缚你，我要束缚你。所以，即个马拉基3章第10节恁着爱将应该纳的10分的1分送入虎口，互我的家有美娘。恁用安尼来试我，看我的饼。天堂变福气，互恁到无地人的无，这就是一个上帝应允。上帝应允，这个应允是真重要的，但是咱常常忽略的。其实到摩西伫摩西时代，伊就反对以色列百姓。地面上所有的，无论是种子树顶的果子，10分的1分，拢爱归耶和华归耶和华做圣，这是咧表示讲，这是耶和华赏赐咱的，咱要感谢伊，咱要尊敬伊，伊是咱的主，伊是创造咱的主，伊是赏赐咱一切的主。反倒当咱若无安尼做的时，
就是好像主毋是我的主，主伊无迄个主权，伊毋是我的上帝。即个马利基咧质问当时人讲，阮是甲你偷摕什么物件？可能感觉都无咧，阮也无偷，也无抢，也无杀，也无犯什么法。先知敢安尼讲其实咱也伫圣经伫迄个利未记19章13节讲你毋通欺压你的厝边，嘛毋通抢的米。你抢厝边的物件，这就是一个真重的罪。伫箴言28章24节讲，偷摕父母的，偷摕父母的，这个中文和本讲这毋是罪，其实咱的误解。那台语是翻甲足水，你偷摕父母的，搁讲这毋是罪，搁讲这毋是罪，安尼这台语就较标准这个人都根本都甲土位同款，这人甲土位同款，意思你抢厝边的物件，你这就是做着真重抢劫足重，你抢父母的米，你这甲土位同款。其实这个时代不老囝真济，抢老爸老母的米的人一大堆啦，一大堆啦。伫咱的教会，我就拄着一个妈妈，我也感觉主怜悯，因为这囝一个无好，这个囝一个无好，这需要钱老母疼囝，所以钱重嘛拢我摕去，钱重嘛我摕去，有啥物款的钱，老母拢毋敢拢摕去，老母家己艰苦，囝非非三做，所以讲偷摕父母的，你还佫讲这毋是罪，这就是根本的你就是土匪，你著土匪同款，你这个土匪同款，兄弟姊妹，这个主前第四世纪的这个犹太人，因偷摕上帝的物件，就是无守节日。无守节日，因看起来是无啥物，但是上帝讲这是偷摕伊的物件，上帝是在意的。兄弟姊妹，咱有时撒母耳讲无祈祷毋是软弱，无祈祷是罪。兄弟姊妹，咱无奉献毋是软弱，无奉献我也是罪。上帝讲你偷摕伊的物件，咱去餐厅食饭即马一般啦，有即摆规模的餐厅拢爱收费，一般你拢爱付一成，你袂使讲咱先来食饭就搁加一成，迄拢袂讲的，迄一成是应该互伊的。兄弟姊妹，犹太人当时就是用足侪理由来讲因无安尼做，该诚实，无啥物毋对，因为阮即摆经济拄着足大的困难阮的迄农作物欠收阮即摆都无通现阮即摆都无法度阮无丰收阮的经济真歹兄弟姊妹，咱若看到即个合解书咧讲当时的百姓，讲恁夜种也足多，毋过收足少的。恁食是食袂饱，恁穿是穿袂收，恁啉无够额，恁得到工钱甲即个钱第二迄个安怎会留喺迄个底仔内面留了毋是无趁，都留了。兄弟姊妹，我毋知咱有人有趁钱，毋过钱留袂牢，留了的嘛有无？我毋知啦。咱毋是有迄落食袂饱，穿袂少这困袂去，是讲夜经济，夜遮济足拍拼，才会收成遮少。这个先知马利基就是要甲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提醒，因为恁会拄着这个土产草物食了，恁种的这个果子的还未收成就落粒，这就是咒诅毋嘛敢若一人，阁是通国集体受咒诅。兄弟姊妹，今日咱的人类拄着即款的病毒的影响检测人拢无照上帝教示去行当上帝若生气这咒诅来到，其实咱就伫对敌的内面，所以这个赞美之前伊最近做一条迄个你的救恩
哇，这歌做得足感动人诶。咱即马拄着艰苦，咱伫危难中间，咱着爱赶紧转向上帝，咱爱求上帝来转化伊诶心意，毋通生气，毋通对咱生气，着要来救咱来医治咱，来怜悯咱。伊若兴起即个对敌着摕去咱若向伊呼叫伊诶救恩着临到即个所在。若无，咱着凄惨嘛。兄弟姊妹，今日咱是新约诶百姓，咱应该着爱守伊诶家事。现在有人讲这都已经恩典诶时代这样律法时代，这个律法旧约叫诶记诶物件，这可能即马都无算数无算数但是咱若看到今日另外我读出来圣经迄个马太23章23节讲，恁这假好诶经学书法利赛人有知影，恁将迄个薄荷、茴香、芹菜献10分诶1分，但拄着较大重要代志，公义、怜悯、信息拢无去做。这是，但是更较重要，这是较重要，恁爱行。毋过头前所讲诶献10分之一，毋是毋免行，即嘛是袂当无行诶。迄个意思是讲，咱应该行诶就是公义、怜悯、信息、听上帝，这是咱应该行诶。但是咱袂当无行诶，这应该去行诶，这就是11奉献。这就是咱的主耶稣对当时的百姓所讲，伊的意思就是咱永远爱遵守上帝所命令咱这个11个奉献，这是真要紧的代志，真要紧的代志兄弟姊妹，咱今日诚做新约的百姓，应该咱是有搁较大的恩典，咱会当做较大的代志。咱会当搁较济奉献这个香港有一个唐幼之这个神学家，伊有写一本册教会教我。伊讲其实恩典的标准爱赢过律法，恩典的标准爱赢过律法。律法是安尼讲，但是咱应该恩典是爱搬过，因为恩典的下面就是伫律法的顶面。那甲咱伫国家来讲法律是60分尔，面顶阁有道德，阁有咱的良心，咱毋是照这个法律你若弄红灯无抓着，拢无代志但是这就是已经犯着法律啦。但是咱的这个是伫迄个律法的顶面这毋是恩典，是伫律法的顶面，所以咱应该会当做咱。超过伫律法所教示的，伫以色列百姓其实毋是干那10分之一，因10分之一应该纳的，搁10分之一为着利未人，搁有3当一边的10分之一是咧救济这送向人，救济送向人。也是咱教会嘛是爱做慈善的工作，做救济的工作，救济帮助这孤儿寡妇这需要帮助的出外人。送向人，所以11奉献对咱今日的教会来讲，就是毋若降级这伫教会的神职人员，还是专职人员，咱嘛做咱教会圣工的路用，搁咱应该嘛着爱去帮助遐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今日咱的教会伫旧约上帝百姓安尼做，今日其实咱嘛安尼做。是的，这个有一个记载讲迄个有印度的人去到北美去旅游，这个印度人因规大天去到北美因为印度人大部分拢是信这个印度教，若无佛教，印度教因去北美佚佗了嘛去参观足侪教会，看教会伊后来因的感想讲，有一个报道安怎评语呢？伊讲基督教是所有的这宗教中间上俗的，上俗的因印度教徒甲因比较起来实在差太济。印度教徒大部分的钱财因拢捐献互因的这个宗教。
但是伊讲美国吼，基督徒吼奉献足少，毋过吼拢开伫迄个娱乐啦、运动啦，哦，因所用的钱吼，连买汽油都无够，是咧甲因踢笑讲连买汽油都无够。其实因可能无了解，可能无了解。上帝毋是讲我当物件吼，所拢好来。其实上帝对咱的要求并无济。上帝甲你要求无济。上帝讲10分的1分，伊也无讲全部互你。哇，互你10分，但是吼，你留9分，互你会献1分是其实，但是有足侪时阵，咱拢有咱足侪的即个借口。哦，那甲讲人善有善的借口，好有好的借口。我赚的钱，我亲戚都无够，哪人曝光？我虽然有钱哦，毋过吼，我都投资足侪，也投资伫厝啊，投资伫股票。我即马定期存款也袂当半路领出来，我真都无现金。吼，是讲为了生活过去，讲我无加欠我吼，我要发展免来用。兄弟姊妹，咱应该拢会想足侪代志，有足侪理由，但是。上帝透过先知马拉基来邀请这个上帝百姓，应该会当来遵守11奉献来试看卖，看上帝安怎拼天堂开天堂拼福气予你。所以这是一个应允，这是一个应允。兄弟姊妹，这是一个应允当咱会当遵行伊的教示的时，伊应允咱。土产袂叫草命食的，即个果子袂讲无熟就落粒你要诚做有福气的人，你徛起的所在要诚做一个欢喜的所在。迄个意思是，今日咱无论咱做甚物款的代志咱所做的袂去毁坏去，袂去受破坏去，咱应该会顺遂咱所做的拢有好的结果，咱所投资的。拢有好的结果，咱所做拢有好的收成。上帝要互咱会当经历伊的祝福。上帝是慈悲怜悯的上帝，但上帝有时伊爱人会当来顺服伊，人会当来信靠伊，知影伊是恩典的上帝，知影伊是慈悲怜悯的上帝。咱看见当亚伯拉罕将伊的囝要献上的时，上帝就批判。当即个撒利外的寡妇要将伊的一点仔油甲米粉，互即个先知以利亚的时，迄个油就用袂了，米粉也袂了，油也袂干。咱会当降服伫伊，咱会当顺服伫伊，为上帝伊着行代志。那个韩国即个地方基牧师讲，我大概经历迄个差不多用要无法度毋过当伊投降伫主的面前，该伊呼救的时，主就出手来救伊。兄弟姊妹，咱爱顺服伊的带领，咱爱相信伊的应允。伊应允要束缚伫安息日，伊束缚伫即个11奉献，这是主所讲的。有侪人经历过，有侪人经历过。进前伫咱遮募款，即个草会教会牧师讲到伊伫合兴的时，有一个姊妹。原来是水里人，原来是拜拜。过来到即个合兴的所在嘛是拜拜。伊的大官是拜拜。毋过囡仔暑假拢去读迄个下几校，爱着甲送去。送去了，甲人接触，感觉讲迄教会袂歹。伊就来慕道，后来伊就即个道理入伊的心，伊来信主为着要改善伊的家庭的生活，伊就。去共做即个居家服务，去共服务老人。伊来到教会了，伊发现伊学习祈祷，为着即个老人祈祷。即老人祈祷阁有果效，所以足侪人就要来找伊祈祷。伊就感觉讲，即个上帝是真的，所以伊就心来敬拜上帝。逐礼拜来礼拜，看到即个周报看到即个11日奉献伊看无，伊就问牧师讲：牧师，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加减奉献吗？加减奉献啊！牧师讲毋是啦，这毋是加减奉献啦，这是11奉献。所以牧师就甲说明：这11奉献真单纯的心，
伊就是照安尼去做。上帝是真的上帝，上帝是我的上帝，我就是安尼去做。所以伊去做这记者务较少，后来去做看护，头啊较无人，较无生意，所以一个月赚16000，伊就献1600，后来赚3万2，伊就献3200，哇！后来伊赚到64000，伊献6400。哇！这个姊妹愈来愈对上帝有信心，所以伊3个查某囝吼，拢甲栽培到大学毕业。中间一个教团教者伊伫教会做执事，后来做长老，哇！伊就充满感恩常常为主做见证。兄弟姊妹，这就是经历上帝，经历上帝。我前偌久去台东参加这个祈祷的盛会，新店行道会的牧师来讲，伊就带足侪伊的门徒来。这个门徒为的是董事长，为的是迄个艺人，为足侪种无共。中间一个德威公司的董事长伊的公司员工有600个，伊就去做见证。伊要鼓励兄弟姊妹讲兄弟姊妹你听主大家讲听主，伊讲听主爱较具体，爱较具体。若讲迄抽象的大家拢会晓讲。我听主啦，我听上帝大家拢会晓讲但是爱较具体。伊就见证讲因为我咧经营公司，我咧即个做生意，当物件拢是实体的，拢是爱讲的具体，袂使空嘴无舌的。做生意就是爱有本钱，你甲上帝关的其实真实的。伊讲你听主，伊甲大家分享讲你若听主你就爱听牧师，你就袂当听牧师，你讲你听主，若讲你都袂当听兄弟，你讲你听主，伊讲这免甲我骗啦，这我拢唔相信。伊讲伊听主，但是伊就听伊的牧师，安怎听牧师？一天为着伊祈祷点半钟，一天为着祈祷点半钟，这是伊的决意要为牧师祈祷。所以牧师真个所在去服侍，伊就欢喜陪伴的甲牧师做伙当做啥物做啥物，做伊的门徒。伊讲你听教会无？你有听教会无？安尼你为着教会奉献无？听教会毋是甲用嘴讲，伊讲我感谢上帝，上帝予我恩典，予我公司经营会顺遂，经营会趁钱。我2018年的时，我已经会当奉献甲我收入的50%，毋是10%，毋是2%，是5%。兄弟姊妹，咱毋通惊赢，有时仔目睭5%，我就免活。咱伫中部有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刚开拓20几年，伊的教会对我奉献5%，我进伫高雄的这个高雄基督教福音联盟接受伊的帮衬，5%，一间教会我5%就是对我奉献，毋是用伫家己的教会，这是伊对上帝的祈祷，伊对上帝的祈祷，上帝应允伊的所求。互伊的教会有足侪奉献，互伊会当对我去帮衬需要帮衬的。这个董事长伊讲感谢上帝，到去年2020年，我所领的薪水100%奉献，表示讲我即马毋免用我的薪水，我拢会当生活，这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伊有即款的信心，伊欢喜为了主的国，听主的缘故，听教的缘故，伊安尼做。伊讲你有传福音无？伊讲我虽然真无用，但是我带牧师出去的，我就是尽力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一摆伫中国，伫咧传的时，足侪人来听，有一个行动不便的老阿嬷来听，这老阿嬷讲无法通倒转去，爱人甲带转去，伫迄个所在交通也不便，爱人爱伊就爱迄个老阿嬷，甲爱转去。所以董事长但是甲爱转去，伊讲为着福音的缘故，我甲爱转去。好，迄条路我甲伊讲这条路是恩典的路，这条路是圣洁的路。你操练我，互我谦卑做奴仆，为了主，为了福音我欢喜去做。兄弟姊妹，听到这个见证的时，有时感觉
主啊，主啊，求你互阮会当经历，什么叫做听主、听教会、传福音，互我搁较会当安尼做，互我会当安尼做。这个马利基的时代，检测也是咱这个时代。兄弟姊妹，咱上帝对咱的应允，伊毋是要互咱重担，伊毋是要互咱艰苦，伊毋是要咱欠过。上帝伊是要祝福咱，伊是要祝福咱，互咱会当抓牢伊的应允，抓牢伊的应允。我相信，上帝是恩典的上帝，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上帝是守约施主爱的上帝。伊的确要祝福你，要祝福你。兄弟姊妹，你若守安息日，上帝要祝福你，伊祝福伫安息的圣日，伊应允要祝福伫十一奉献。这是应允，应允。你人无定会实现，但上帝拢袂落空。我最后用迄个荒漠干前即个考文夫人，伊咧讲十一奉献，伊安尼讲，亲爱的兄弟姊妹，上帝咧对咱讲，我的囝，天顶的窗门甲以前拢共款，即个门窗甲以前拢较光骨，伊的迄个要开的这窗门拢无生鲜，迄个窗门捌被摩西来大开，红海来分开，约书亚来大开，约旦河的水来停，为了纪元来大开，这个对敌来走去。即马我嘛愿意为着你来拍开，你肯互我安尼做无？伫我这边天顶永远是丰富的富库。迄个泉源永远是充满，迄个宝藏石永远是堆满上帝的宝藏。所欠过毋是我，是你；所欠过毋是我，是你。总是我即马搁咧听候，你来试看卖啊！你来试看卖啊！你若会当将迄个10分的1分全然送入户库，其他的代志就是我的啦。我的囝，互我一个机会，互我一个拼福气，互你的机会。望伫新年，互咱会当抓牢即个应允。虽然常常讲，毋过这是重要应允，互咱会当来领受，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知伫圣经有一个应允。主啊，阮伫爱抓牢这个应允，互阮会当经历这个应允。主啊，阮会当经历你。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咱要来吟即首诗歌应允。真简单的诗歌，但是这是真正将上帝伊应允咱的，互咱会当来抓牢一个真好的诗歌，互咱来回应。这台语的吼，圣经有侪侪应允，甲我讲。
望咱伫世间的日子，咱会当掠着主的应允，互咱会当来领受主对咱的祝福，互咱会当经历伊的信息、伊的公义、伊的恩典伊的祝福满满。咱三角来祈祷，兄弟姊妹，咱到底有甚物款的祈祷伫主的面前，咱拢会当来愿求讨。伫新的年，求上帝互咱的身躯勇健；伫新的年，求主互咱的所做会当行通；伫新的年，互咱会当搁较听主；伫新的年，我会当掠条迄个应允。主讲，我甲我的家拢要得救，我会当为着厝内人得救祈祷。伫后礼拜，咱检采有侪心愿祈祷伫主的面前，咱会当家己主求，咱也照伊的意思求，照伊的应允求，伊的确要应允咱的所求。咱大家开声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主啊，你讲圣经所应允的，主啊，你拢已经甲阮讲，主啊，阮定定咧听，主啊，你要祝福伫主人，主啊，你要祝福伫奉献，主啊，你要祝福伫阮全家的地球，主啊，你应允阮要成做福气的管道，万民拢要掠阮做福气，万国掠阮做福气，阮所到的所在成做欢喜的所在。主啊，阮会当成做蒙福的人，主啊，阮的家庭成做蒙福的家庭，互阮的教会成做蒙福的教会。主啊，阮伫这个世间，主啊，阮也照你的价值去行，主你的应允的确要实现。主啊，阮会当掠条这应允，互阮会当真心来听你。主啊，真心来听你的教诲，真心来听你所听。主啊，你爱人人得救，无爱人一人沉沦。主啊，你爱人人会当连问题拢应成，互阮凡事拢会当行通。主啊，阮会当伫地面上会当诚做好业，因为主你为了阮诚做颂扬，就是要阮好业。主啊，你的应允拢记载伫圣经，互阮会当掠条这应允。互阮实实在在去遵行，来经历你。主，阮感谢你，学了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即时请执事收奉献。亲爱的主，阮伫遮感谢学了你，伫你赋予的中，互阮满满的满足，互阮有好杯满溢。主啊，伫阮拢无欠缺，每一工阮拢算效你互阮的恩典。主啊，阮的心搁一摆充满感谢，充满快乐。有时伫艰苦的日子，若毋是你的看顾甲保护，阮哪有即摆的平安甲幸福？主啊，阮愿意照阮家己的心意奉献，互你，诚做
教会路用圣工的帮赞，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妹。祝福册卷392首，阿乐上帝万福本源。他恁人平安去，伊伫你的生活中间掠条主的应允，主的应允的确必实现。恁将10分的积分全然送入虎口，互上帝假有美娘，伊的确要摒天顶的窗仔门，来摒福气，互恁到无底当下。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主上帝欢喜的面看恁。用慈悲款待恁，日日照顾恁，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请坐，绿岛闭会。